请问便利商店是咱台湾的骄傲，啊，你敢知影倒一国的便利商店，伊迄个密度比台湾更较悬，是世界第一的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或者9秒哦。袂咱紧起来，紧起来，那袂咱紧起来。 9秒。标准标准。就那个吼，日本。哎，台语。日本。你敢是？哎，我拢15000块哦。敢是香港？日本，这么出名呢吼？厉害出哦！名啦。伊即马两个搭唔咧选哦，是。足捌的安尼。不是对一国哦，对一国哦。都对多一个，哎，都一个。哦，日本，好，日本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日本对不对？佮根据这个 CNN 的报道，到2023年的年底为止，南韩平均测950个人都有一间啥便利商店。哦，伊安尼密度煞比日本甲台湾更较悬，伫世界是排第一的，所以是韩国